才能，加互你什么货？各位兄弟，加互咱什么货？咱尽咱的本分，甲做成出来，甲实证出来，甲活出来，甲咱安那尔。有当时咧想讲啊，本分我嘛无做一个好囝，好的囝，一个好的哥哥，一个好的丈夫，一个好的爸爸。各位兄弟，这是毋是本分啊？无一定爱来到固定教会这个礼拜堂内面，才会当尽本分，是毋是？就是我亲爱的兄弟，咱看清楚，咱是啥物款的人，咱是啥物款的职分。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是人的翁，我是人的囝儿，我是人的阿公阿嬷。我好好啊，甲我的本分来实证，竟然就是这4个比喻内面，要受到接纳的人呢？各位兄弟，无做介济其他超过的代志。最后所讲，恁遮的人要伫叨？进入冤冤洼。不是因为你到处传福音，不是，是因为你看到人的需要，你完成这个需要。这款人，你所看的人，甚至是迄智微细，咱较无容易看到的。这敢若这款的要求哪样？这是主智微细的要求。是毋是啊？好，各位兄弟，我毋知影恁今日开始会看到什么款的人，看到因什么款的要求。伫你想要甲讲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进前，嘛，咱会当先看到伊即马上急的需要是啥物货？伊即马上需要帮助的是啥物货？伊即马上需要你伸手的是啥物货？咱毋通拄着啥物款人，拢敢若讲一句啥物话？信耶稣得到水牛，毋是啦，得到永生。哦，信耶稣得永生。敢若要甲即句话甲正人讲，着掠做咱家己有咧传福音，毋是啊，各位兄弟，咱转来看家己的经文。无做复杂，当伊枵，咱互伊食；当伊喙焦，咱互伊啉；当伊脱肉体，咱互伊穿；当伊有需要，咱着照顾因的需要。敢若安尼，那尔，咱同心来祈祷。